咁我哋今日同大家回顧一下喺週末發生嘅，其實係改變世界歷史，亦都直接刷新咗好多軍事歷史嘅美軍午夜之鎚行動，佢喺戰略上嘅意義，咁同埋講下川普咁樣嘅領導風格同未來中東新局勢。我特別中意一句説話呢，美國人成日如果自己吹噓自己好打得嘅時候，佢會咁講，佢話 I didn't start it, but I finished it。我唔係開始嗰個，但係我完結咗佢，即係話其實唔係我主動要打呢件事，唔係我揾出嚟嘅，係人哋嘅揾我打㗎。但係最後我搞掂佢嘅，即係話最後我將佢打到趴低之後問佢仲打唔打？你如果唔打啦，我哋就可以收手啦。我覺得呢句真係好經典嘅。形容佢今次成個美軍嘅行動，好興奮嘅。喺週末突然之間12日戰爭就睇完咗，好似武俠小説入邊講話咁快。但係其實作為呢個和平新局嘅締造者，特朗普總統同美國嘅軍事同實力當中精彩嘅內容，我哋大家眼光唔好淨係放咗嘅武器設施到底係全毀嘅定係半毀。重點係呢5個祝福係由特朗普總統親口講出嚟，上帝保佑以色列、伊朗、中東、美國同埋全世界。我哋同你分享，中東新局已經喺前面展開咗。當然啦，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時候呢，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經知道呢，成個戰爭嘅過程其實係一個好快嘅奇襲。其實喺12日之前呢，以色列啱啱開始突襲伊朗嗰陣呢，已經令人覺得以色列嘅軍事打擊能力好勁啦。但係佢睇到仲有更犀利嘅美軍實現咗一個長距離精確嘅打擊，呢個真係冇人會估到。而且今次嘅行動呢，保密工作做得咁好。我哋簡單回顧一下呢，其實係有7架 B-2隱形轟炸機呢，係由美國中部密蘇里州起飛，直飛向東，即係話穿過大西洋。對中東嚟講呢，係由佢喺西方咁樣逼近，係一個由東方逼近嘅角度。你睇下呢個距離有幾長呢？基本上係繞咗大半個地球啊！全程都要進行空中加油，成18個鐘頭。總共動用咗125架飛行器，包括加油機唔使講啦，仲有戰鬥機群，因為要護航保駕。始終轟炸機係一種好笨重、好難有靈活行動力嘅飛行器，但係呢，每一架轟炸機身上呢，仲要攜帶2個3萬磅嘅重嘅專利大炸彈。你睇下，咁樣肯定需要好多配合，更加唔使講喺海面上呢。從中東海灣仲有美軍嘅航母同成個作戰群同時向伊朗境內發射戰斧巡航導彈。咁呢，之前美軍又用咗一個障眼法，先飛咗2架 B-2隱形轟炸機去關島基地，等大家以為件事仲冇準備緊，點知最後連續將包括 Fordow、Isfahan 同 Natanz 呢3個地方嘅核設施一次過全部用咗14個攞嘅專利炸彈投落去呢啲設施度。至於話最後造成咩影響呢？我相信等陣小紅可以再講落去。但係淨係講呢個突發性呢，你睇下川普上個星期4、5嗰陣佢同外界透露嘅信息係咩呢？佢話俾我2個星期時間呢件事我要好好睇一睇。但係大家如果回頭再睇一睇啦，其實佢嗰個時候呢，呢個軍事行動一定已經提上日程啦，甚至進入咗最後倒數階段啦。因為呢個軍事行動本身要組織聯動同埋協調嘅工作，其實係非常龐大嘅。以我一個軍事小白迷嚟講，我哋如果有125架飛行器，再加上海面同埋情報嘅打擊，仲有美軍全球軍事基地要提供咁樣嘅空中加油任務，再加埋5角大樓咁樣嘅指揮協調，咁幾千人起碼都搞唔掂啦。我唔知我講得係咪好可笑，可能其實要幾萬人都未定。但係喺大規模嘅軍事行動，真係要由特朗普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我相信大家都知
呢句説話本身原本係邊個講過嘅，而且外邊一啲消息都冇傳出嚟。特朗普宣佈嗰陣時呢，全世界包括99.999%嘅美國人都覺得好驚訝，甚至當時美國國內都出現咗咁大嘅一個可以話係保守黨內部分裂咁嘅情況。民主黨就更加唔使講啦，民主黨一直都話特朗普違憲啦，佢哋發動戰爭，佢經過國會授權，但係其實呢件事根本就唔屬於對外宣戰。你幾時聽過特朗普話我而家宣布對伊朗係宣戰咁樣嘅？佢只係做咗一個軍事打擊啫。無論係之前嘅總統拜登又好，奧巴馬又好，佢哋都用過完全一樣嘅方法。好似奧巴馬當時打擊敘利亞嘅，美國總統作為三軍總司令，作為成個軍隊嘅總指揮，佢係唔需要直接去揾國會嘅呢種授權嘅。所以話川普違憲嗰啲人，即係首先佢哋自己都知自己係呃人咁樣講，只係為咗做一場政治表演啫。至於話保守派分裂呢，因為美國優先呢，呢個概念大家理解唔同呢，總係有啲人覺得完全就係要同世界脫節，徹底孤立，無論外邊打到幾亂，美國都唔需要負責維護世界和平呢個責任。或者話有啲人覺得川普會因為今次佢嘅打擊直接拖美國落去，好似當年小布殊總統嘅伊拉克佢嘅戰爭泥潭。但係喺呢件事上邊，佢精確打擊之後呢，事情又好快出現嘅反轉，即係話川普幾乎喺唔夠24個鐘之內就宣布以色列同伊朗已經向我哋承諾佢哋準備停火。咁當然啦，我哋之後都知道，其實喺前面嗰12個鐘頭入邊，兩邊都仲有啲零星嘅行動。我覺得呢，佢都係為咗保住面子，同埋都想試下對方係咪真係有誠意，睇下美國係咪真係有心去主持公道。雙方都有啲零星嘅互相發射導彈，甚至伊朗都向美軍嘅卡塔爾嘅基地象徵性喺射咗4枚導彈，而且仲提前打咗招呼，話我哋準備射啦，你咁快啲撤離啦。其實全部都打咗喺荒地度。喺川普喺尋日準備離開美國去北約峰會之前接受記者訪問嗰陣呢，就用一個好嚴厲嘅語氣講：喂，你哋唔好再搞啦！呢件事你哋咁樣真係好荒謬啊！佢用嘅措辭好 harsh，甚至爆咁粗口，仲講咗句 F 字頭嘅粗口。哇！你哋知唔知自己做緊咩啊？用一個前所未有嘅方式咁樣斥責雙方。咁我哋見到5月之錘結束之後，而家已經過咗48個鐘。喺過去嘅24個鐘入邊，至少以色列同伊朗雙方官方都承諾話真係要停火。實際上佢哋都冇再互相攻擊，亦都冇再繼續伊朗都冇再繼續攻擊美軍啦。所以呢件事呢，我覺得真係好罕有，可以睇精準嘅軍事打擊之後呢，咁快就實現到一個暫時和平嘅局面啦。呢樣嘢真係好犀利。小熊真係冇錯。啱啱徐亮都未講到，今次好罕有嘅美國總統積極參與聲東擊西，因為除咗軍事上，啱啱徐亮講過，仲特登飛咗2架 B2去關島，等大家以為美國仲有準備。大家翻去留意下，6月19號上星期四唔係美國新嘅軍權假期咩？當日下晝，白宮新聞秘書黎維係叫咩名？黎維仲同大家講要準備2個星期，川普總統要用2個星期考慮。幫大家回憶下，48個鐘頭之後，總統就宣布啱啱打完翻嚟嘅一 T， 佢會唔會係禮拜4宣布之後，禮拜4晚瞓覺嗰陣突然離起？不如我哋提前啦，唔係㗎，一定係宣布2個星期嗰陣時。呢個同前邊嗰2架 B2 一樣，都係想大家以為未來2個星期要細心觀察下。佢左派媒體，例如紐約時報嘅，都仲係某程度上好似咁揶揄美國三軍統帥咁。2個星期係咁中意用嘅時間。好啦，大家好似都覺得佢穿咗自己個總統，但係其實川普真係一個唔係咁傳統政客，佢係一個有自己獨特性格嘅統帥。佢而家呢個鬼咁多變，
衝突四起嘅時代，講真，要帶領美國穩住局勢，其實真係需要佢哋嘅性格。所以佢積極參與，令大家以為未來2個星期要平息以待，點知禮拜6下晝就已經完咗。所以呢個真係好少見美國總統喺白宮嘅積極參與，搞到大家聲東擊西。畢竟徐亮啱啱都講過，呢18個鐘頭7架 B-2帶住14枚每枚3萬磅嘅 Buster 鑽地巨彈，仲有潛艇上面嘅武器，另外仲發射咗30枚 Tomahawk 戰斧巡航導彈，再加埋啱啱徐亮講嗰啲戰鬥機咁大規模嘅行動，美國成日都會有消息洩漏，唔係咩？就算今次連國家情報總監佢哋喺邊個部門洩漏出嚟嘅戰情報告都係洩密嚟嘅。喺多次洩密之下，啱啱咁大嘅一個局面竟然冇洩漏出嚟。一方面首先要多謝上帝嘅保守，另一方面都見到真係要做好多功夫，所以呢個係一個軍事上嘅勝利。但係而家想幫大家將眼光調整翻去正確嘅前景。而家重點其實唔淨止係呢3個軍事基地、核武基地，到底係全毀定半毀？無論點都好啦，伊朗嘅領袖希米尼而家匿喺個地洞入邊，連電話都唔敢打。原來佢自己都只不過同普通人一樣，都係一個貪生怕死、苟且偷生嘅所謂領導人。可能係伊朗呢？大家都知過去40-50年，伊朗威脅美國，伊朗又話要消滅成個以色列，就係呢個人搞出嚟嘅好事。好啦，沙特阿拉伯都一樣長期俾佢威脅。而家就算佢暫時仲生存緊，特朗普都話知佢哋邊，只係暫時俾佢生存住。我相信一個被大大削弱嘅伊朗本身就已經係中東新局面嘅一個展望基礎。所以陣間會同大家講下，喺一個新嘅局面之下，頭先特朗普我哋一開始都講過，特朗普總統話 God bless， 上帝保佑以色列，上帝保佑伊朗，上帝保佑中東，上帝保佑美國，上帝保佑全世界。我哋一陣再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展望一個新嘅和平局面。呢件事呢，無論係軍事上定政治上呢，特朗普確實一直都堅持嘅、信奉嘅，以強制同即係話通過實力去實現和平。今次可以話發揮得淋漓盡致嘅，至少而家睇落係乜嘢？呢個同之前呢，特別係民主黨嗰2位總統嘅風格就唔同。過去嘅伊朗核問題上呢，無論係奧巴馬定拜登啦，特別係奧巴馬做總統嗰陣，其實佢成日都會俾好多現金伊朗，意思就係我哋俾咗錢你啦，你咪搞咁多嘢啦。其實佢落都唔係特別有效。佢喺伊朗呢，拜登做總統嗰陣呢，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因為拜登佢好好執行特朗普第一任嗰陣對伊朗嘅石油禁運同制裁啊。伊朗咧好快又積聚咗好多財富，搞到佢可以資助中東附近好多細佬，例如黎巴嫩嘅真主黨、也門嘅胡塞武裝，仲有特別係加沙嘅巴勒斯坦哈馬斯。我哋見到咧，胡塞都可以成日嚟紅海度攻擊外國商船，甚至連美國嘅商船都唔放過。加沙就更加唔使講啦，哈馬斯用咗極端唔人道嘅方式去攻擊以色列平民，結果搞到自己巴勒斯坦人民都受苦受難。當然佢喺某程度上都實現咗自己流民本性嘅目標，最後仲將佢黑鍋推返俾佢哋攻擊嘅國家。當然啦，以色列都面對住好大嘅壓力啦。而家呢件事，我覺得首先今次同伊朗嘅衝突其實真係唔係美國挑起嘅，而係以色列主動搞出嚟嘅。雖然話美國可能事前收到咗盟友嘅通知呢，實際上都默許咗以色列喺10幾日前嘅呢個打擊，但係對以色列嚟講，佢哋嘅軍事行動確實好高效益，
亦都實現咗佢哋嘅自己嘅戰略目標，因為佢哋將伊朗最主要嘅軍事指揮成個集體層呢，基本上係肉體上消滅咗，仲有啲核科學家都俾人消滅咗。呢啲我相信對伊朗研發核武器嚟講係直接非常重要嘅人物，當然同時都拆解咗一啲伊朗嘅軍事設施，所以對以色列嚟講，而家收手係非常明智嘅。我真係都想講啊，我相信無論係邊個啦，無論係成個西方都唔再希望以色列仲要所謂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咁樣繼續搞事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應該已經達到咗戰略目標，應該真係要實現停火嘅承諾。至於伊朗嚟講呢，我覺得佢更加似係一個負面教材，唔單止係地緣政治上，其實對一個人正常嘅生活哲學嚟講都可以咁佢睇下。當你哋真正實力嘅時候，你哋必要咁樣狐假虎威，淨係靠把口去逞威風，或者喺口頭上佔人便宜，成日咒人，唔希望人哋好對其他人嘅善意，其實呢啲做法都帶唔到咩好結果。伊朗作為什葉派穆斯林主要勢力嘅代表，佢好似想靠反對以色列，甚至仇恨以色列，想用消滅以色列人呢個綱領佢做領導力，試圖可以調動更多阿拉伯兄弟嘅支持嘅，但係其實佢做唔到啦。呢幾年我覺得好似今次呢場衝突，唔單止喺遜尼派國家對呢件事都只係口頭上講講，叫人唔好咁樣打伊朗，但係實際上啲人真係可以幫到嘅。連一直同佢企埋一邊嘅俄羅斯又好，中國又好，都只係齊齊嗌口號，冇辦法提供任何實質性嘅幫助，因為畢竟伊朗嘅核設施都係由中國、俄羅斯同埋北韓呢啲國家幫手起嘅。咁呢啲國家呢，最後都會覺得，我當時其實都係希望你喺呢度幫我哋撐下場，幫我哋講下說話，甚至有時仲會搞震。但係如果你真係用呢種態度去威脅人哋生存嘅話，人哋要打你，我哋其實都冇咩辦法。喺伊朗就肯定係輸家啦。但係啱啱拋雲講得特別好呢，佢表面上披住神權神聖外衣嘅光環，其實一瞬間你就會覺得佢哋既唔神聖又冇光環，亦都冇權威。我識咗好多美國同伊朗裔嘅朋友，我聽佢哋評論嘅時候，佢哋都覺得今次美國嘅打擊同以色列之前嘅打擊，其實就等於將呢個伊斯蘭政權其中一隻腳打斷咗，佢哋個根基已經好唔穩陣啦。佢接落嚟伊朗會唔會變天呢？咁個政權會唔會換人做呢？我相信呢個唔係特朗普嘅戰略目標，但其實特朗普係一個好實際嘅人。如果你用一個意識形態嘅方式去話佢，就係一個混帳，我哋點睇住點樣先將佢拉落台，其實好多時效果都唔係咁好。就好似當時美國對待卡扎菲嗰件事，卡扎菲嗰個國家叫咩名啊？北非嗰個國家利比亞，唔好意思，咁啊當時就話美國更加直接嚟講，我哋冇辦法睇內部實現，等佢哋自己內部政權更替，我哋再扶植其他嘅反對派，最後呢，敘利亞唔係利比亞點㗎，係咪先？你希望培養一個所謂屬於我哋自己嘅獨裁者，其實只會帶嚟更多之後嘅麻煩。我反而覺得川普係一個好實際嘅人。佢會話：喂，反正如果你真係造成威脅，我就先搞掂呢個威脅。至於你哋自己人民自己嘅選擇，要唔要換政府，呢啲係你哋伊朗人自己內部嘅事。我睇唔到關鍵時刻都冇必要用佢哋嘅言辭，即係淨係喺口頭上同你鬥嘴咁樣去威脅你。所以我覺得美國今次做得啱啱好，喺政治上面嘅拿捏，其實正正顯示咗川普唔單止係實用主義同埋有效，某程度上都體現咗一種智慧，甚至可以話係一種恩典。因為以美軍嘅實力同埋以色列嘅實力，佢哋其實真係可以將戰火嘅伊朗人頭上燒得更大更廣。但係我哋見到係精確打擊，主要針對佢都係直接造成核威脅嘅核心人物，
對平民嚟講完全冇影響。所以伊朗好多市民呢，其實某程度上心入邊呢都係暗爽，大家見到佢嘅結果都幾開心。咁係啦，仲有幾個其他輸家，其實中國都係一個好大嘅輸家。當然主要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如果一旦打仗，溝油就運唔到出嚟，而真正最依賴經霍爾木茲運油出嚟嘅最大嘅客戶呢，其實就係中國，因為中國同伊朗嘅石油消耗係最多。你有冇見到啊？即係話特朗普都好快啲透過自己嘅國務卿同中國講咗句：喂，呢個係你啲中國自己嘅利益，你係咪應該同你嘅兄弟伊朗傾下交換啊？唔好俾佢做嘢損人唔利己嘅事啦。你同佢講，如果冇封咗霍爾木茲海峽，對美國嚟講梗係有影響，但係佢對中國咁大，美國受到嘅會係一個間接傷害，即係話油價可能會升，美國嘅通脹就會變得唔穩定。但係對中國嚟講，呢個幾乎係經濟命脈啦，所以中國其實好主動嘅同佢打咗招呼，所以伊朗最後都冇再做出更加愚蠢嘅行動。所以整體嚟講啦，中東新嘅和平局勢可能真係因為咁樣而形成，而美國今次喺呢件事上面嘅堅定嘅立場，加埋咁靚嘅執行力，仲有喺政治上高度斡旋嘅能力，我覺得其實係推高咗美國呢幾年已經岌岌可危嘅國際形象，對美元同成個美國國力都係一個好大嘅加成效果。我真係要俾川普總統3個讚。的確，我哋作為北美嘅華人居民喺度，真係要為美國隊大大力撐一撐。因為川普總統今次嘅大膽果斷嘅行動，唔單止結束咗戰爭，仲創造咗和平，中東新局都因而展開。同你再詳細解釋多啲。首先，12日戰爭以後一定係歷史常會提到嘅，因為6日戰爭係1967年，正好亦都係6月6日。戰爭咧係1967年，啱啱都係6月，又由6月5號到6月10號，6日戰爭嗰陣係以色列。今次好似郁亮講，美國其實佢冇開戰，係開戰，佢開戰，佢就開始咗12日戰爭。但係特朗普將佢完結咗呢個完結嘅戰爭，締造咗和平嘅局面。因為伊朗受到重創，一個躲咗地下室唔敢用手機嘅伊朗領導人，好明顯對於中東局勢，佢連自己都保唔住，已經佢哋說服力真係。更重要嘅係美國嘅名聲聲望同埋佢應該有嘅實力，都得到一個好大嘅恢復。點解我哋講呢？幫大家回憶下，記唔記得美國喺拜登手上從阿富汗撤軍係幾咁屈辱啊？嗰陣時難道唔係間接幫佢嘅牛鬼蛇神嗰啲惡棍國家全部都諗清楚美國準備各自磨刀霍咩？今次發現呢，原來美國唔單止仲有軍事實力，頭先講過咁大規模嘅軍事行動都冇出錯，而且美國國內嗰啲成日據自己笑話中意泄密嘅人都冇掌握到消息，總統仲親自操盤，聲東擊西，仲要佢成功咁發射咗14枚專地巨彈，真係令美國嘅名聲 credibility 同埋實力非常清楚咁重新返到中東。難怪包括中國、俄羅斯，連世界各地都冇咩特別大嘅實際行動。呢個就係用實力去締造和平。咁我哋講下點樣建立一個新嘅和平基礎啦。呢個時候呢，想幫大家暫時將視線由以色列、伊朗轉去另一個今日未正式多講嘅地方，就係沙特阿拉伯。各位觀眾，再返嚟睇下矽谷龍門陣。佢之前幾集我哋講過，特朗普總統嘅美國連同黃仁勳等人工智能 AI 科技公司，去喺中東3個國家進行咗一個好重要全新嘅破冰之旅，
仲促成咗人工智能一個好重要嘅交易。其實呢樣嘢呢，就證明咗沙特阿拉伯佢嘅王儲 Mohammed bin Salman 係想將沙特阿拉伯由依賴石油轉型做一個多元化經濟，甚至想成為中東未來人工智能嘅樞紐，一個交易，一個中心。呢個係一定要同美國合作先得。但係沙特阿拉伯多年嘅一直都受制於伊朗。事實上，伊朗加埋佢嘅黨羽國家一直都冇掌控住中東局勢，想消滅以色列，同時又同美國作對。今次伊朗大大削弱咗之後呢，沙特阿拉伯無論喺心情上、精神上都開始同美國更加緊密嘅合作，喺科技方面都係，而且沙特阿拉伯同以色列嘅影響力，所以美國喺中東嘅盟友就由以前得以色列孤軍作戰，突然間變成有兩大盟友。呢個係改變中東局勢，對全世界未來文明同和平其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基礎。咁當然仲有好多嘢，依家講都仲太早。好似伊朗嘅，佢都唔願意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嘅檢查，代表嘅其實都未放棄，更加唔使講，佢而家更加唔會放棄，佢要消滅以色列猶太民族呢個野心。所以西米尼嘅下場最好自己要小心，否則好難保唔會變成第二個胡森。但係美國今次都學精嘅，唔會佢心急去改變當地嘅生態，等佢真係越離界先至俾咗個重擊。所以而家有沙特阿拉伯同以色列呢兩個盟友喺中東開展咗一個新局面，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更加重要嘅國際和平新局。我啱啱睇一下，今日有一單新聞啦，川普啱啱又講，依家因為有啲呢個軍事打擊之後呢，其實所謂嘅伊朗核談判已經唔再係一件咁重要嘅事。本來大家以為呢，打完之後係咪就可以拉咗上談判台，好好同佢傾下呢？你嘅核設施或者核計劃應該點處理呢？咁啊，川普而家個態度呢就好似話唔使傾啦，呢件事已經完咗。我就唔知係咪後面有啲情報支持呢啲講法，即係話如果伊朗嘅核設施同核能力真係已經受到不可逆轉嘅破壞，咁其實傾唔傾都冇咩大分別啦。即使真係傾呢，大家都唔會再用核協議做談判框架，係咪先？傾嘅就係其他嘅。但係呢件事我哋都仲未清楚。不過尋日呢，喺華爾街日報呢，一度將一個消息放做頭條，講到五角大樓入邊呢，一個部門嘅內部報告，即係初步評估今次午夜之錘軍事打擊成效嘅報告呢，初步講法就係今次行動呢，其實只係拖慢咗伊朗核計劃大約幾個月嘅時間嘅。如果真係咁講嘅話，咁當然首先從新聞同埋呢種宣傳嘅程度嚟嘅公關角度嚟講，睇落就唔係咁成功啦，係咪先？但係咧，呢件事呢，好快就，首先白宮就話呢份報告講咗嘅一啲都唔貼合實際，佢哋嘅資訊都唔夠準確。國防部長都係之前一段時間，甚至啱啱任命嗰陣時俾人鬧得好慘嗰位靚仔，就話我哋要同聯邦調查局一齊好好查下今次究竟點解會泄密。因為泄密呢件事呢，我哋稍為回顧一下呢，五角大樓呢啱啱開始呢，呢屆新班子啱啱入去嗰陣時呢，其實情況好嚴重。嗰陣時記唔記得有一個叫亞特蘭大，唔係Atlantic， 即係大西洋週刊嘅一個總編，唔小心俾人拉咗入去五角大樓同白宮執行軍事嘅國家安全群組入邊，搞到醜聞好大。嗰陣時呢就話，點解五角大樓會用 Signal 呢個咁嘅聊天軟件啲討論咗重要嘅事呢？呢個保密工作真係太業餘啦。但係睇翻轉頭呢，其實當時發生嘅壞事呢，我覺得對之後午夜之錘軍事保密可以做到咁高嘅層次呢，實際上都有貢獻。所以再講多次，
呢個世界上嘅好事唔一定你今日見到係好事，未來都係好事。過去嘅壞事擺到今日都未必係壞事。所以我覺得嗰一次某程度上都算係一種壓力測試，或者話係一種試錯嘅方法呢，先至可以保證我或者話前幾日嗰個軍事行動嘅成功。咁我覺得好多人仲話川普好似一個野心家，甚至話佢係拿破崙，甚至有人佢哋同北韓嗰位比較，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一種誤解。其實川普係一個好重視人命嘅人，喺每次同各國領袖傾偈或者面對傳媒都會強調話呢啲係人命嚟嘅，係有人死緊嘅。咁對俄烏戰爭嘅基本態度就係唔好再打落去啦。你每日咁多後生仔女送命，其實呢個先至係最大嘅可惜同浪費。仲有咩嘢可以比生命更加寶貴啊？好多人只係見到話佢係個商人，淨係識得計算利益。我覺得唔係啦，佢計算利益嘅時候，其實都會計埋人命嘅價值。如果話考慮人命嘅價值都算係一種利益計較，咁點解唔可以有一個更加精算、更加理性嘅態度，去更好嘅控制局面，為人類帶嚟福祉呢？所以其實唔太一樣嘅。我覺得前幾日特朗普發咗一個 Twitter， 唔係話喺軍事打擊完咗之後呢，佢帶住國務卿、國防部長同副總統一齊企喺鏡頭前面，向全世界交代今次軍事行動嘅結果。佢哋結語嗰陣連講咗2次，佢話We thank you God 我哋真係要多謝上帝。而且呢，佢講到最後一次呢，佢又講嗰句 We thank you God。嗰陣時呢，其實你聽得出嚟把聲係有少少唔同嘅。我哋好少嘅公開場合見到特朗普呢，有佢哋嘅情緒上好明顯令佢覺得好深刻、靈裏邊感動嘅表現。我嗰一刻其實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機會翻去睇翻佢講嗰句説話，我真係相信佢係發自內心。我覺得最後不如等夏王幫手回顧一下佢嗰5個祝福啦。我覺得佢講呢件事絕對唔係講咗作嘅嘢。的確係冇啊！無論特朗普咁宣佈午夜之錘 Midnight Hammer 啱啱成功執行嗰陣講嘢，上帝保佑 God bless， 定係徐亮提到嗰5個上帝嘅祝福，上帝保佑以色列，上帝保佑伊朗。因為神賜俾人哋唔係災禍，而係平安嘅意念，要俾人有將來、有希望。上帝保佑以色列，上帝保佑伊朗，上帝保佑中東，因為文明未來可能嘅終結威脅就喺中東。上帝保佑美國，畢竟美國終結戰爭、締造和平，依然係全世界對未來希望嘅焦點。上帝保佑全世界，等我哋用祝福嘅心情，而唔係批評嘅心情，唔係批評嘅心情，真係唔係批評嘅心情。等我哋甚至用祈禱去參與祝福，而唔係用一個旁觀嘅好戲嘅心態。佢希望美國真係因為午夜之錘 Midnight Hammer 而有一個新局面。我哋都再次多謝佢早就上線喺我哋直播嘅觀眾啦。真係值得大書特書嘅一次，無論係外交、政治定係軍事上啦，呢次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成就。我都覺得其實呢個好好嘅體現咗我哋中國人講嘅武術嘅武，或者武力嘅武。武呢個漢字本身就係一邊係紫色武，一邊係刀割武。武嘅真正最高境界就係以戰止戰。咁我覺得今次呢個午夜之錘真係帶住咗嘅意圖去做，我哋都希望之後呢觀察入邊可以證實佢做有呢個效果。咁我哋最後講一句，大文豪托爾斯泰寫過一本書《戰爭與和平》，武入邊當然托爾斯泰對戰爭係充滿厭惡，覺得所有呢啲野心家同埋靠戰爭嘅歷史地位，其實都係好虛妄嘅事。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哋都同意。我相信我哋都希望特朗普都同意。我哋見到佢手握嘅大權力啊，畢竟佢係世界上最有權勢嘅人之一，佢坐咗美國3軍總司令總統呢個位，手上可以調動嘅資源同武力都好犀利。
咁當我哋講 God bless America 話，即係話我哋感謝上帝嘅時候，我相信佢都感受到，我相信佢都感受到，我真係相信佢都感受到。出嚟講我哋感謝上帝嘅時候，我相信佢都可以感受到上帝俾佢身上嗰份責任，令佢要盡自己嘅本分，唔好因為自己手上有咁大嘅權力，就要敬畏自己嘅權力，避免濫用。我覺得今次到而家都算唔錯嘅。多謝大家收睇，多謝大家評論，多謝大家評論、轉發同埋分享我哋嘅節目。再見。